手把手祷告手。我们听见这是鸟声吗？还是蓝雀？还是我们不知道的飞禽？创造世界万物的主，在圣经里面诗篇这样告诉我们：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每次到大自然，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。音乐牧师曾经有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时候，对自己的认同、对自我是很不清楚，甚至不知道我是属于谁的，好像这世界都跟我作对一样。但经过一番的挣扎，上帝亲自的启示，让我更明白，原来神早就已经选定我，让我知道我是属于他的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被神找到，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呢？神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更重要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我们感谢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也代祷哦，还有很多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也为他来祷告。我们也来分享一件家庭里面共同经历神的事哦。我们的家庭因为是属神，神有一个特别的带领，我们可以来分享这个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哦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